現到第七家，出了個魚百類數，10、20唔隻，唔好離開呢個刺肥，刺肥係咪呢？食隔你善堂嘅時間，劈就你小組嘅時間，要肥隊嘅時間，甲兄弟姊妹，先見到第七家，唔好離開刺肥，常要記山日常離開嘅，唔好學一樣，食隔係輕輕來刺肥，你所以你食隔相隨。安慰，這個相隨嚟輕輕刺肥，因為咪呢？因為以下嘅日子，一嚟一群上帝而嚟嘅時間，嗱，在刺肥方面，切家要得到上帝嘅真理；在施肥嘅方面，切家要得到上帝嘅教法嘅真理，教法切家愛人分享，愛人分做。所以嚟講，在施肥嘅方面，要上帝允許嘅本切家，所以上帝唱出嘅，要係在嘅見出你哋教出嚟，在施肥嘅要教法切家，所以切家唔好唱要記曬日常離開呢個施肥，只係輕輕施肥。嗱，兄弟姊妹。輕輕的施肥，唔好講，還要下禮拜，切家長嚟施肥，咩？呢一禮拜對上帝嘅你講法先啦，呢一拜你去施肥，對上帝嘅你講法先啦，你冇嚟先啦嚇，所以切家係輕輕施肥，切家得到上帝嘅福氣，阿門。